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这个粿仔条是客家真出名的美食。白白拢是用纯的在来米落做的粿仔条，南部甲北部的做法甲口感也是有一寡无同。这个北部苗栗的粿仔条清爽袂野粗，若南部美浓的粿仔条是 Q 阁有弹性，阁来加一味炒长头酥，这个香酒道道香讲讲。 这是苗栗粿仔，两仁加韭菜、豆菜来炒，佮搅一丝仔调味料。当地咧炒粿仔的是店家第4代查某囝，就算伊年纪少年，不过炒粿仔真有酷色。水不能放太多，不然会糊掉。因为粿仔店伫咧火车头附近，民众出入火车头拢会食一碗粿仔，刷出口感，不管食几碗拢袂膻。很薄，然后咬了之后有米香，一夹起来就会断掉，因为这是米本来蒸了之后就会有米感。第3代头家，逐工下早台爬起来传料，坚持用纯在来米、纯手工，这是这间8万年老店的坚持。 你跟水的比例要调好，要把它放平整，不然会有厚薄不一，会有差。Q 底地粿仔味真特别，互人食过会阁想要食。镜头来到高雄县，伫咧美浓这间庙口的粿仔店，头家用肉丝、豆菜含韭菜来炒，互粿仔更加好食的撇步就是这个。最主要原料是葱头酥、韭菜、豆芽菜，然后加我们的特制那个猪脚卤汁。 店家大门变香葱仔酥，互粿仔放去桌顶有够香的，人客目食甲簌簌叫。猪油都不一样，在地的味道。美浓粿仔和苗栗粿仔拢强调纯来米来做，若美浓粿仔是两层小塔，口感 Q 底底；苗栗粿仔是煎来切。另外，美浓粿仔加大门的葱仔酥，味真香；苗栗粿仔是强调以原味米的香味。比较好吃啊。 比较好吃啊，好的口味的，比较合我的。黑龙板面好吃啊，真的。对啊。坚持用纯米来做，就亲像客家人守条传统的精神。若南北无共款的煮法，互粿仔出现多元的在地风味。